何等人竟然可以蒙你拣选，然后成为公业的祭司，来服侍你，带领弟兄姐妹敬拜你。跟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有担心害怕的地方，让我们能够全心全力来赞美你。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好紧张哦！我就觉得感觉啊，不是啊，什么升 key 那些我不太会忘记啊。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我们一起起立来敬拜赞美神。伸手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设想。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正向他传出倾听他声音。你的话语大有命令，神灵运行充满在我心里。你是盼望我的神力量宣言，你是我王。再来一次哦，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设想。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神能与浇灌着土地，神
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钉在十架上。你是我心中的赞美，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钉在十架上。你是我心中的赞美，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如果你赐下医治大能，我必得着医治；如果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里最深处。上帝，感谢你的怜悯，你的拯救，我们愿意等候你的大能，去聆听你的话语。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钉在十架上。你是我心中的赞美，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如果你赐下医治大能，我必得着医治；如果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里最深处。如果你赐下医治大能，我必得着医治；如果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里最深处。如果你赐下医治大能，我必得着医治；如果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里最深处。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赐独生爱子耶稣成为我们的拯救者。我愿尽心聆听你的话语，也深信你的应许必成就，你的大能必彰显。求圣灵充满我们内心深处，洗净我们的心，让你在我们里面活。也求主保守我们以下的聚会时间。孩子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坐。Hello。好，报告。关于公导事项，有许多身体有病痛，或者是在孕程，或者是已经生下小孩正在坐月子的，请大家特别关心。那另外还有就是近期有黄世明弟兄，身体有病痛，那也请大家特别代祷关心。那后面为教会财务检查顺利祷告，因为毕竟我们是财团法人，虽然说大家都不是非常专业，那还是有许多人奉献自己的时间来为我们教会检账，所以也求主赐福他们，让他们可以顺利完成检账。然后还有台中禽流感疫情，也希望可以控制得顺利。接下来教会消息，2025年的奉献明细已经张贴在公布栏。那这个蛮重要的，请大家在下礼拜前一定要完成核对。那如果有错误的话，要尽快反映，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之后都会看在核会手册里面。大家有错误的话，一定要尽快反映。那下周6会下午3点召开小会，请小会员留意。在下一个主日，2月8号会举行今年度第一次圣礼典，所以有要受洗、受坚信礼或者是社会级的兄弟姐妹可以尽快跟牧师或者是干事报名，然后以例安排当天的圣礼典。那会后会举行2026年定期会员合会，因出席名单其实都已经公告在公布栏，所以如果有要出席，或者是你原本可以出席，但临时有事的要请假的，请尽快也是跟干事或者是其他。就请到那个干事那边登记。那有需要纸本会员手册的、合会手册的，也可以在那边领取。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就响应环保，大家到时候就会有电子档，大家可以到时候再参阅电子档即可。第4点，我们目前已经有春联已经到了，所以有需要的，基本上是一户1张，就是一个家庭拿1张。那有需要的也是在1楼招待桌可以拿。最后是2026年爱餐认现款，这个很重要，也是黑字。尚未缴交者，请尽快缴交给干事入账。大家要尽快缴交。接下来团契消息，星期5上午10点，松年团契会在1楼聚会。那星期6下午3点，妇女团契会有爱珍姐主理。那3月6号星期5。北中松年部会有迎新弃旧野外礼拜，地点在宜兰。那有要报名的，请就是赶快找美妹会长报名。接下来是上礼拜的奉献明细，还有其他认现款或者是对外奉献的明细，请大家自行参阅。如果有错的，也是请尽快跟干事反映，会在下一周刊物。好，那我们接下来进行奉献，请司线的同工。
好，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又一个礼拜一起聚集到你的面前，一起敬拜赞美你，一起聆听你要教导我们的话语。主啊，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也求你在每个礼拜中能够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偏离你要带领我们的道路。也为着那些身体有病痛的人，如同歌词上面所写的，如果你赐下医治，你的大能就必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医治我们。也请你看顾保守那些在孕程中即将要生小孩的孕妇们，能够在整个过程中都有你的同在，赐下平安，可以顺利生产下健康的宝宝。也感谢你带领比较久没有回来的兄弟姐妹，能够一起进入乐团来敬拜赞美，替我们乐团现在比较捉襟见肘的鼓手，能够有一些调配人员的空间。主啊，感谢你。我们在这边奉上一些金钱，希望你悦纳。最后，我们要用你所教导的主祷文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接下来圣经。今天经文是记载在《申命记》第18章14到22节。那我来念，你们大家专心聆听。第14节，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说的是。第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怕他。好。今天经文念到这边，正道，今天义节目是要带来正道的主题是上帝的拯救。我们请义节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万人当中拣选我们。我们知道，在这个生命的旅程当中，是一条冒险，却是一条不容易的路。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路上有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担心、不害怕。愿主的话今天亲自浇灌每个弟兄姐妹，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勇敢放手，跟着主耶稣往前行。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时间真的很快，今天是2月1号，代表1月份已经过了。牧师不晓得你新年新的盼望。我记得今年的第一讲的主题是新年新盼望。不晓得你新年的新盼望是越来越靠近上帝，还是离上帝越来越远？简单这么说，
你的盼望如果不单单利己，而也是利他，其实是离上帝越来越近。可是如果你心里的盼望的建立、梦想、你的成就，其实大部分都在利己，甚至有时候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牧师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到，要做一位真正基督的门徒，要做一位真正行在上帝旨意的人，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并且每个礼拜来到教会，又不可能很轻松的做礼拜，又要听牧师有时候讲的道又很重、严肃，有时上帝的道理透过圣灵又好像剑会刺中我们的心。有许许多多的服事、奉献，我们是不是自己找罪受？上个礼拜天有一个大的事情发生，大家还记得吗？在建成教会，有人知道建成教会？牧师生日都没有人帮忙记得啊。那很谢谢金卫长老哈，哎呀，买了蛋糕哈，然后吆喝大家哈来唱生日快乐歌。牧师很谢谢很多弟兄姐妹哈，不管有形无形的对牧师的祝福。当然不是啊，当然与翔刚有比啊。美国有一个极限攀登家艾利克斯霍洛德，他徒手攀上101大楼，很多人就有很多的看法。觉得他是在走一条冒险的路的举手。只有2个、3个。在人来看，的确是一条冒险的道路。但牧师要引用那个运动部长李阳哈，也很年轻哈，这个是在台湾出生第2代的金门人啊哈。他学的这个角度是怎么样？他第一个看到他攀爬的时候，他吓一跳，他说：“哇，好厉害！”好厉害，就好像我们在看他打羽球，大家觉得好厉害一样。他心里想着，这个他是平常是需要多大的自律跟准备。他说他一定有恐惧的，但是他在把恐惧就在平常当中的训练当中就把恐惧化解掉，不可能没有恐惧。攀上去还跟大家，这边有居高症的举手一下。居高症举手，没有居高症，好，到3楼、5楼、10楼我就受不了了。我很庆幸那天我没有看直播，我一定不敢看直播的。我有重播，真的，然后分3次把它看完，我分3次把它看完。我们知道李阳本身他是一个顶尖的运动员，顶尖了哈，因为你可以在奥运拿到2届的冠军，不是顶尖，什么是顶尖？他强调，他看到他真正的顶尖是不是一时的勇气？也不是单纯的为了挑战，而是日复一日把细节做到极致啊！就常常我们讲这个那个廷一他们这个弹钢琴也是，可是把它做到极致。牧师特别有去上网去查一下哈，李阳他怎么训练的？哎呦，那个真的也不是一般人愿意的啊！其实我们信仰也是一条冒险的旅程，尤其信仰是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可以很随便面对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挑战，我们的敌人随时在要我们的命。圣经说，他好像那个会吼叫的狮子一样，随时在吞吃我们啊。所以，我们对信仰，我们不可以不明白，也不认识，而且跟着人带到教会，或者从小在教会，我们就拿香跟着拜，你知道吗？以前牧师其实就是拿香跟拜了，我真的拜了20-30年，我真的也不晓得在拜什么。反正拿香我就跟着拜，长辈说拜就跟着拜。等一下牧师会讲一下哈，很好玩。我还跟着喝湖水，你知道？有喝过湖水的人举手一下。有两个喝湖水啊，佑豪跟小赖也喝过湖水哈。好，因为我们只是要操练。运动员，你看，运动员当他不操练的时候，退休之后马上就胖起来了。乔丹当他退休之后，哎呦，变一个胖乔丹了啊！信仰不可能会自己向前，我们要将信仰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当面对大环境的引诱，每一个人环境的引诱都不一样。
有人看钱很薄，那个钱对他不是引诱，但是金银财宝很多等等，名利、地位、民生。牧师讲一个笑话哈，我听我叔公就是志梅牧师的爸爸讲过一件事情哈，他们有一个同学他们是情报局的情报局的，然后我叔公的运气比较不好，因为他是外调到越南，想要去越南升官，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越南2战的时候沦陷了，他就没办法升官。他一个同学派到日本，就升将军同学会的时候，这个将军每次都要坐C位，他已经习惯要坐C位了。我就每个人的引诱不一样，所以他们同学都很讨厌他。你为什么做C位？因为当大家都是同学的时候，谁管你是将军不将军啊？我们面对每一个人很多的名利地身位置，每个人不一样，人的内心很容易做这些控制，或者当我们有大风大浪无常来的时候，我们会对上帝的失去盼望跟信心。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信仰上面这样的一个运动员，保罗也说我们好像是一个运动员一样。我们如何走在这一条冒险的一个旅程当中，我们要预备好怎么样？我们要成为认识上帝的运动员啊！我们虽然有来礼拜、参加团契，甚至在奉献，但是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心慌意乱。我想没有一个人想当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18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请。因你所要赶出的那些国民都听信关照的和占卜的，至于你，耶和华你的神从来不许你这样行。摩西要带领新一代以色列进迦南，他也跟他们讲，上帝应许你们迦南美地，重点是你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摩西的10条诫命。如果不遵守，下场很严重，就是死而已。其实死跟活2条路。反过来，如果你遵守上帝的诫命，当你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些列国会非常的羡慕你，会说你们是一个有智慧、聪明的一国。其实这就好像牧师讲到，我们新的诫命就是说，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人就可以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容不容易？不容易耶。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有爱的时候，大家会羡慕在教会的团契，因为你会展现出光跟盼望，影响你身边的人。14节说，以色列人，等一下，14节说，以色列人所要承接的这个国，就是一个迦南地。他们要进入迦南地。但是他们要面对的迦南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我们现在面对的世界，其实也是非常的复杂。10到11节，在前面的10到11节说到，有人给儿女金火，行邪术占卜的，算命的，画符的，做那个当机的，很多听起来都是迦南文化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其实现在台湾民间宗教的生活当中，一样有这些东西。牧师在金门的侄儿，子瑜，你是比嘉阳大还小？他是同年纪的表姐，她被神明选去做当机，神明选去做当机，你知道吗？如果大家很神奇的一个事情大家可以私底下跟你们分享一个蛮好玩的他被做当机。民间里面，我们当生命有一些疑问的时候、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去庙里抽签、占卜、算命、求问神明。你看，我们的台湾的政府官员其实也是不例外。甚至很多人透过风水、命理寻求生命上面的一个安慰，甚至要改变未来的命运。但是主要都是为了什么？
有好运，然后呢赚大钱，然后呢能够长寿，最好不要死，能够长寿，大部分都是为这几个。其实做这些事情都是上帝厌恶的事情。当是上帝厌恶的人，代表呢，其实你没有从那当中得到好处的。因为当人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就不再是把上帝当作上帝。我们知道这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到迦南里面，虽然上帝这样禁止，他们一样进了迦南里面，他们去学习，他们去敬拜那些偶像神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慢慢走入死亡的网络里面。以色列还有盼望吗？有时候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到底有没有盼望？我们现在教会的困境，其实跟当初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很像。我们陷入追求许多类似上帝厌恶的事情，我们常常不小心，包含牧师在内，我们去厌恶上帝厌恶的事情，我们去做，我们让基督教会基督的信仰变成好像另外一个宗教一样，我们好像另外一个宗教一个组织聚集在这边追求。宗教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是把上帝好像神明供奉在上面。在教会里面，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礼拜上牧师讲的道，我爱听就听，我不想听我就不要听。诫命、典章、律例，甚至爱，跟我不一定有关系。我追求我想要追求，来到教会，聊八卦，讲是非，甚至有吃喝玩乐的活动，你都会出现。做事的时候，你不一定会想要出现。以至于很多不纯的真理、加工减料的传统制度，甚至世俗的价值观，进入到了我们的教会。基督的真理在信仰团体里面被稀释掉了，信仰团体被稀释，以至于人在无形当中，这个信仰你麻痹掉了。信仰变成了行礼如仪的一个信仰，一个宗教。真理，以至于真理就没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当真理没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人心就会变骄傲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就空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你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的一个信仰的一个生命，一定会出问题。所以，有的教会就会分党结派，每个人都在争坐高的位置上面。甚至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情欲的事情、权的事情，以及金钱的事情。我们长老教会在钱的事情，其实我们是很认真的。其实我们有财务报表。我听赵明跟我分享说，他们有朋友在其他的宗派，我想不一定每一个，他说。你们还有什么财务报表，什么那么清楚？他说他们从来都没看过，从来都没看过这些事情，看过这些东西。赵明刚刚讲说，我们是每个月都会公布，尤其在教会里面，上帝所交托带领教会的牧者、长子彼此相争，吵吵闹闹，以至于许多的羊受伤离开。上帝的教会还有盼望吗？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15节到19节，15节到19节。来，我们一起请。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正如你在何烈山大会的日子求耶和华你神一切的话，说：求你不再叫我听见耶和华我神的声音，也不再叫我看见这大火，免得我死亡。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是。18节，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上帝的拯救，上帝从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救赎出来。其实在座的我们，
不管你是第几代的基督徒，那牧师第一代，其实上帝也是从万人当中把我们救赎出来，他不会让我们沉沦下去，他不会让我们沉沦。上帝既然救赎我们，上帝一定会负责到底。今天上帝透过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要怕，上帝会兴起像他的一样的先知，因为摩西没办法跟他们进到迦南地，他们会害怕。耶稣呀，其实他们一定会害怕了。摩西，你怎么不跟我们进去？”摩西对上帝的忠心、服侍的心智态度，是未来先知学习的楷模。我们都知道，每一个时代，上帝都会拣选他忠心的奴仆。现在依然在拣选。其实我们的团契会长，其实都是上帝在拣选的。上帝会交给使命，就像摩西一样，他是最伟大的先知，上帝重用他，而且他可以说是尽心尽力，甚至我们可以说摩西是卖了老命啊。可是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是怎么样的百姓，就像我们现在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经文说，他们饿也吵，他们吃饱了也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也不是一群很懂事的百姓，可是摩西还是尽力做他的。经文当中说，兴起一位先知的兴起这两个字是有上帝的主权在当中。罗马书9章15节这么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这样真的是很不公平。上帝怎么可以说我要怜悯谁、恩待谁？但是我们要知道，他就是上帝，这是上帝的一个主权。上帝在不同时代的环境兴起不同的人来侍奉上帝。在旧约时代，上帝兴起什么？士师、君王、祭司、好牧人，甚至弥赛亚。甚至上帝兴起外邦的君王，让以色列百姓呢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上帝对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什么？先知。先知要做什么？先知主要是传达上帝的真理。真的先知就会讲上帝所要他讲的。现在有没有假的先知？有。现在有很多牧者，其实也是假牧者。假的牧者有一天就一定会出事情。先知是带领以色列百姓对抗世俗的威胁，让以色列百姓可以进入迦南地怎么样？可以过得敬虔的生活，享受上帝同在的丰盛。很多基督徒误会丰盛两个字，卓越、丰盛。其实牧师刚信主的时候，也误会丰盛的意思。我一样用传统民间的一个想法来看上帝的丰盛。上帝的丰盛并不是一定是好运、赚大钱，让你可以活很久。上帝的丰盛，你要有上帝同在的丰盛，其实我们要做很多的操练跟训练。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会有很多的修剪。当你不让上帝修剪，你怎么得到上帝的丰盛？你想要的只是一些世俗人一样外在的那些的丰盛，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知道，人真的是一个很软弱的。上帝的子民其实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上帝怎么样？一次又一次的差派先知怎么样来拯救他们？上帝紧接他们的话记载在20节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哈，来听。若有先知擅敢托我的名说，我说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是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治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话若不成就，也无效验。这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那先知擅自说的，你们不要怕他。上帝苦口婆心对以色列百姓讲话，
但是以色列人的心刚硬如石。有时我们自己要不要想，现在其实上帝有圣灵保惠师，其实常常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你可能可以多做一样怎么样？上个礼拜，因为我刚好碰到嘛哈，牧师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知道那个原住民有来募款跟义卖，那我们牧家有买了那个小鱼干，我们在群组说，有买小鱼干，2个辣椒辣椒怎么样？然后呢怎么？我就问子群，不是有小鱼干，你怎么又买1罐？子群买1罐，子群跟我说，他们就需要嘛，那我就来买。牧师要说的是，上帝有时候会激动我们，你去买一个小鱼干，你去帮助他们。我想我们都一个常常，我现在不是说在说子群怎么样哈，上帝常常要我们怎么去做那个，但是你可能心里不想。就像上个礼拜，其实牧师很感谢神哈，我们奉献了10万多，其实他们很感动，很感动，因为他们之前你有没有看，他们去募款的地方都是自己原住民的教会，但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原住民的教会能有多少可以来奉献给他们？他们认识平地的教会也很少，所以他们其实单单奉献，还有我们买了很多的他们的自己弄的农产品，他们的辣椒都是他们自己在那边做的。当我们上帝有感动我们去做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东西我们心不再是刚硬的，我们心不再是刚硬的。我们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到迦南之后，他们常常听很多假先知的话，假先知会传讲抽的信实，他们不愿意听真先知的话，因为真先知的话听起来这样会刺伤我们的心啊。我知道那个今年的第1讲牧师讲的话有刺痛很多人的心要大家来奉献挑战一下，有刺到很多人的心。以色列人他们无法从错误当中学习体会上帝对他们苦心，最后上帝就把他们交出去，整个国家就被掳了。弟兄姐妹，虽然在每一个时代，上帝的子民常常为了自己的私欲不听上帝的话，现在我们也常常是，但是上帝的慈神爱所永远都在上帝的慈神爱所犹在。上帝救赎我们的那个爱，是一个没有限制的爱上帝救赎我们爱是没有限制的爱。大家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应该都很熟吧？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不会沉沦，让我们可以得着永远的一个盼望的生命。2000多年前，上帝亲自兴起最伟大的先知耶稣，来到世上，让我们有一个新又正确的一个选择。我们不再沉沦跟随世界的一个偶像跟魔鬼，我们不要再过着不平安的一个生活。你要让耶稣成为你自己的大牧者。好多弟兄姐妹常常，牧师，你们帮我祷告，祷告什么？我没有平安。我说，牧师可以帮你祷告，你也常常为你自己祷告，你要奉耶稣的名帮你祷告，你要求耶稣。耶稣是我们自己的大牧者，耶稣所做的成为我们跟随他人的典范。我们要在新的迦南地过真正丰盛的一个生活。我不一定拥有很多的头衔，我不拥有很多的钱，我甚至没有一个房子，弟兄姐妹，但是我有很大的丰盛跟平安。基督徒是这样，上帝要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丰盛的平安，是让你很安静的一个平安。弟兄姐妹，我们已经是一群受上帝拯救的儿女我们千万不要再走回头路，尤其在新的一年才刚开始，我们不要新的一年上帝就赏赐你很多。那一天上个礼拜我们在那个摩苏玛这位牧师的妈妈这次的咳嗽咳很久有人建议他看中医我们就来在台北去找那个郑宏珠长老去看中医
那个中药很苦了哈，我们就问他你敢不敢喝啊？他说还是要喝啊。我们就在他回去的路上跟他说不知道讲到什么，就说现在房子盖太多，应该都没有人买哈。其实牧师以前的同事都还在业界上面还是有的人很好啊我看有一个人这个月业绩做了200多万，意思是说他这个月大概领了100多万的薪水了哈。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可能上帝让我们开始，弟兄姐妹，在我们一开始，上帝给我们很大的丰盛，我们不要受引诱，失去对上帝的依靠，我们一样要抓住了上帝。上帝给你丰盛，你一定要抓住它。我们不要因为一开始，我们就很多的一个苦难出现，甚至我们的身体病痛临到我们，我们就埋怨耶稣。上帝，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活出上帝拯救我们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基督门徒的一个样式。我们不要出了这个礼拜堂之后就变一个人，我们要把我们在这个样式要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每时每刻，我们要更积极的将上帝赏赐给我们各样的才能跟恩赐，以及我们全部所拥有的，给上帝国来使用。在新的一年，牧师希望大家，因为今天刚好2月1号，我希望大家稍微停一下脚步来看一下，来思考一下，你走的这条盼望的道路，你所计划的，你所做的服事，是不是上帝要你走了？如果不是，回头都还来得及。求上帝帮助我们，也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放下什么？放下我们许许多多的骄傲，放下我们许许多多的私欲。信仰一定是一条冒险的旅程，但是就是因为冒险才好玩，因为那个风景绝对不是你可以想象到的风景。但我们绝对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跟冲动来攀爬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那个101那个大楼。我们绝对不是凭着血气、凭着冲动好玩去攀爬那个大楼，因为我们知道什么？上帝是我们的拯救者。我们一起站立来，跟着敬拜团来唱这一首我的拯救者。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钉在十架上，你是我心中的赞美，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钉在十架上，你是我心中的赞美，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生命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吸进我灵最深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新的一年，新的盼望。如果我们已经走在上帝要我们走的这条路，我们要感谢神，我们要谢谢他，
谢谢他扶持我们，带领我们。如果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目前走的那条道路是一个混乱的一个道路，是好像在十字路口上面的一个道路，求在十架上的耶稣，你的怜悯，你的慈神爱所，你临到帮助我们，你除去我们的担忧，你除去我们的骄傲，除去我们的私欲，你将新的灵赏赐给我们，你将喜乐的灵、医治的灵、活泼的灵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来唱会后诗，哈利路亚。你的话语是我生命的救恩，你的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恒的见证。双手扶持软弱使我刚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永恒的见证。哈利路亚，你是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哈利路亚，信实公义救主，哈利路亚，我要永远跟随你脚步，哈利路亚，不管明日身在何处，有你同在就是美好，恩典之路。2堂礼拜到这边结束，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但是因为我们有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主你成为我们前面道路的光，引领我们。愿